人係咪一定會內耗嘅呢？當我哋內耗嘅時候，我哋又可以點樣做呢？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每一科，我係阿科。我哋呢個 channel 咧，每個禮拜咧都會分享唔同嘅話題，同埋分享我嘅所見所聞，用沖一個杯麵嘅時間同大家一齊 brainstorm thinking。今日我哋仍然都會講翻內耗呢個話題。我哋今條影片咧主要會談到兩個話題嘅，第一就係人係咪一定會內耗呢？第二就係當我哋內耗嘅時候，我哋有啲咩注意事項呢？其實我個人認為咧，人咧係必然會內耗噶啦，因為我哋有自卑呢樣嘢。喺阿德勒心理學裏邊咧就講，人當我哋處於社交環境嘅時候，就會有人際關係，有人際關係，我哋自然就會去比較，而我哋比較嘅時候就會製造好多嘅煩惱，而呢啲煩惱就會令到我哋感受到自卑。自卑可以係一種原動力，令到我哋成長。但當一個人如果沉迷自卑，唔願意作出任何改變，甚至會攞外界任何因素去歸咎於，如果唔係外面點，我就會成為點嘅人，將所有嘅責任都推介於外界嘅話呢，其實就會產生咗自卑情意結啦。而內耗呢個行為咧，正就係自卑情意結所產生嘅一個行為啦。咁當我哋理解到點解人一定會內耗嘅時候咧，我就要問一個問題：當我哋內耗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點算呢？而關於內耗嘅處理方法咧，其實喺上一條關於內耗嘅影片咧，我哋已經提及過啦。有興趣大家可以上去睇翻。但當我哋明白到內耗係無可避免，就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一個習慣嘅時候，我哋有啲咩事項要注意下，令我哋減少內耗呢？第一個注意事項就係要設立一個內耗嘅限期俾自己啦。如果要為一段感情加上一個限期，我希望係10000年。咁但係內耗嘅限期又要幾多年呢？我哋明白到每個人都會自卑，而自卑亦都係生命裏邊必不可缺嘅一部分。所以內耗亦都係我哋個人成長裏邊思考必不可少一部分嚟嘅。我哋係應該要學習點樣去接受佢。我哋可以接受自己係一個唔完美嘅人，我哋可以接受自己去傷害自己、批評自己，甚至去躺平。但你必須要問一個問題，就係我到底要痛苦幾耐呢？其實痛苦同埋掙扎幾耐都冇所謂噶，你可以係1日，可以係1星期，甚至可以係1個月。重點係你要為自己設立一個時限。你可以反問翻自己，究竟我要精神內耗幾耐啊？唔通要1年，甚至我要傷心一世？因為自己嘅自卑、能力不足，所以選擇精神內耗其實好簡單。因為呢樣嘢就好似我哋為自己判咗罪一樣。就好似現實中嘅盜竊，你都有個判刑，但係問題係都有期限㗎。咁對於自己嘅自卑，你又想判自己刑判幾耐呢？而當你懲罰嘅刑期已滿嘅時候，你又願唔願意重新面對自己，令到自己可以重新振作、重新出發呢？設立一個時限嘅目的，其實就係想令到自己可以留下一個心理暗示，令到自己心底裏邊都可以明白到精神內耗其實係一個時限性㗎，傷心係有期限㗎。我哋人生當中難不免都會有好多焦慮、不安、自卑。我哋唔係要選擇去逃避、自我催眠，亦都唔係好似哈利波特用空空遺忘就催眠自己，令到自己失憶。我哋真正需要嘅，其實係揾一個空間去安放翻自己不安嘅情緒，去俾一個時間俾自己休息一下。但當時間一到，鬧鐘一響，我哋亦都可以重新出發。而講到第二個內耗嘅注意事項，就係我哋要遠離污染源啦。大家可以理解咧，精神內耗咧就好似一個核泄漏危機一樣。切爾諾貝爾有核泄漏危機嘅時候，大家都識得撤離疏散啦。而精神內耗咧，其實都係一樣嘅啫。我哋可以好好觀察一下，究竟喺我哋生活裏邊有啲咩事情、人物係特別容易觸發到我哋嘅情緒，令到我哋自卑，從而令到我哋精神內耗嘅咧。我喺生活裏邊咧，難不免咧有啲人咧係特別中意打壓我哋啦、取笑我哋啦，或者攞我哋同其他嘢去比較噶。就好似新年嘅時候，點解我哋會咁驚見到親戚呢？就係因為驚啲親戚問長問短，亦都會攞唔同嘅成功人士同我哋去比較。當你聽到隔離黃師奶個仔揾到24孝女朋友，準備開枝散葉，而三叔公個仔又喺外國劍橋畢業，就連你嘅表弟都學緊點樣做 DJ 打碟，而你只不過喺街邊嗰度掃緊樹葉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屋企人就好容易會攞你同其他人比較，而同時間亦都會好容易精神內耗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我哋可以做嘅就係遠離呢啲污染源。盡量防止一啲會令我哋精神內耗嘅事件同埋人物去干預我哋嘅生活。記住，你只需要成為屬於自己嘅自己，而唔係成為別人眼中完美嘅自己。你冇辦法去管理別人嘅嘴巴同埋思想，但你可以改變自己嘅行為同埋態度。呢個時候，我哋最需要培養嘅就係被討厭嘅勇氣。我哋要學習成為自己世界裏邊嘅主角，而唔係成為人哋眼中嘅 NPC。好多人往往都好中意將佢哋嘅價值觀套落去我哋身上邊，要我哋成為佢哋眼中嘅一部分。但你只需要記住，歌仔都有唱，世界與我無關，你是你本身的傳奇，咁就可以啦。咁今集嘅影片咧又去到尾聲啦，大家對於內耗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嗰度可以留言講低。
中意呢條影片嘅話，歡迎大家可以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出去。如果你身邊有啲內耗嘅朋友呢，都歡迎可以將條影片推介俾佢哋，令大家都明白到內耗並非可怕，內耗並非可恥。我哋要做嘅只不過係面對自己，同埋知道內耗嘅時候，我哋需要注意啲乜嘢，咁就可以啦。我係阿科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